1分鐘帶你聽懂頂級聲樂，你有可能聽唔出嘛？好，入正題，今日嘅主角中國，佢嘅高音幾乎唔會爆，但係點解仲係咁強？佢唔係突然衝上去，係一路收住控住，再推上去，聽落好乾淨，好穩，幾乎冇多餘力。好多人一高音開始爆，開始飄，開始失控，但係中國仲係穩，仲係直，仲係收住，呢個就係控制型高音。最誇張係去到高位之後，聲音完全唔亂啊，唔會爆衝敲上去，突然失控，聽落會有一種完全鎖住嘅感覺。總結：穩、準，控制感極強。最強嘅地方唔係爆發，係穩定控制。你會更鍾意控制型定係力量型？可以留言講講。